来关心诈骗，搁在进化咯。咱国内已经有犯罪集团哦，使用人工智慧，用一模一样的声音来诈骗。刑事局表示讲，犯罪集团哦，可能是利用市调，伫民众咧接听电话时哦，就取得声音的特点。治安专家嘛讲哦，话讲5秒钟，人工智慧就法度甲声音哦学甲要写、要成、要成咯。这个查某人去邮局领真大条的现金，请求协助护送。警方去到现场，发现无啥对同。那声音怎么跟我儿子的那么像？电话另外一边传来一个囡仔的声音，大声喊欠钱急要用。这个负责人耳仔听到啪啪啪，着急要甲88万交出去。内湖警方推测，不法集团结合轻轨技术，用 AI 做声来港骗。那我们不排除说诈骗集团会利用这种市调电话或是推销电话，来借此收集民众的声音来进行 AI 声音伪造。真典型的，要看卖我是虾米人，这种犯罪形式，即嘛结合新的科技，就算不是公众人物，声音嘛有可能会去互诈骗集团摕来假造港骗。刑事局提醒，无排除有心人会为不明的电话、市调电话这种管道。来摕到声音的样本，持续讲话5秒钟，跟一般人像我现在在讲话的时候，基本上5秒，他就可以把它做一个模仿。科技的发展真快速，模仿声音变得真简单。治安专家表示，只要录5秒钟，就当可比声音的特点，伪造到7成遐尔成。不过讲话模式也是加减有差。诈骗的步数是百款，来路不明的电话，拢有可能加做犯罪工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